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距离大选只剩20多天，台南市国民党立委候选人蔡淑惠17号召开记者会，并且秀出立法院的公报，表示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曾经在2016年拄当选立委的时，就伫立法院来大力推荐中国的华为网通给政府，并且建议政府甲中国华为来合作，开拓新的市场。对此，蔡淑惠质疑林俊宪是否接受华为政治现金，以违背台独的立场，批评是真红旗假台独。林俊宪委员从当议员到立委，他一路的政治立场就是台独。但是当他2016年当选第一任立委的时候，居然在2016年的9月份，在行政院的质询里面，公然提出希望行政院台湾的各部会能够跟两岸来做产业的一个合作，甚至指明华为通讯公司来做这样的合作，希望能够两岸的合作共同开创那个国际的新兴市场。我想这样的浊世今非，让很多人很质疑，到底我们应该要听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才是真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林俊宪委员针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能够说清楚、讲明白。那么我也很合理怀疑，2016年是不是林俊宪委员当时的立委选举有收到华为公司的政治现金，所以不得不在2016年的9月公开为华为来说项。蔡淑惠更加指出，这届林俊宪争取连任，并且推出向中国说不的看板，更加凸显林俊宪的浊世今非。伊呼吁乡亲爱认清林俊宪的未台真相。不过到记者查个为止，林俊宪竞选总部并无做出任何的回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毒品滥用的议题是世界各国积极面对的问题之一。为了协助有瘾者消除毒品的危害，减少因为毒品所引发的社会案件，台南市有13间药瘾戒治机构，11间药瘾戒治病院，2间药瘾戒治诊所，以及8间卫生所，提供美沙酮替代疗法服务，据点比例占全国23.5%。使用毒品的代价非常高，费用也非常高。当这个替代疗法还没有开始被普遍使用前，毒品这个瘾者就是说他上瘾的人，他每当毒瘾来的时候，他就必须用种种的方式去想办法筹措那个钱来购买毒品。那往往在筹措钱的过程中，就是犯罪，或是跟家庭失和，或者跟家人要钱，或者是造成这个社会案件以及刑事案件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所以在美沙酮疗法实施之后，一方面大幅降低了这个因为毒瘾所造成的这个社会案件以及司法案件的一个发生数，那也有效的降低了这个使用的成本。这个由于美沙酮的注射是在我们这个公药的地方注射，所以说那个不干净的那个针头散播疾病的那种比率就大幅降低了。为了让社会大众知影毒品戒治的成效，台南市卫生局甲成大病院合作，翕了一支一刻钟的感动微电影，并邀请戒瘾成功者现身讲话，爱大家远离毒品的危害。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成大喝美沙酮的时候，我第一次是喝8cc，因为我那当时毒瘾很大，我平均大概一天要3000块的那个毒品的钱，甚至更多，所以我那时候做了很多的坏事情。这因为有那个美沙酮那个对自己的帮助，我才能够脱离那个黑暗那个里面。为了加强宣导，卫生局特别制作“一起陪伴，用爱戒瘾”手册，提供予有瘾者以及家属正确医疗保健知识，以及有瘾戒治补助资讯，予有瘾者伫戒毒路上有政府以及民间资源的帮忙，会当顺利戒毒，影响公民人生。台南新闻张维忠采访报道。
为了让各中小学生接触到职业试探教育，台南市政府进行跨局处合作，整合教育局职业教育资源以及环保局长景阁的资源，为学生打造商品展示以及销售的区域，再让参与计划学生学习到木工制造技能，同时佫会当让家己制造的产品透过长景阁的网站贩卖出去。用回收再利用的课桌椅做的，然后我们有分成2种，一种是文产笔，一种是笔杆。笔杆就是组装的时候组装起来可以写，然后文产笔是我们可以拿来当做旗谱，然后当做小吊饰。17日这天，也由台南市长黄伟哲、教育局长陈成辉以及环保局长林远聪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这会见证这个时刻。好，那我们往我们的左边移一点点，我们左边的媒体记者朋友们要拍照哈。2个市府机关能够做一个最好的横向联系跟结合，一方面能够让我们同学能够这个身教，能够体会到资源回收再利用，把垃圾变成有用的资源，而且变成是有价值的这个记忆用品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第2个方面可以让环保单位能够让教育界的新血轮，也是让我们同学能够有机会实作。而且把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的藏经阁做一个陈列那如果有兴趣的市民朋友要去买的话，可以就是上这个网站上去购买。那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让我们我们的同学能够得到鼓励，一方面他的作品得到肯定，一方面能让垃圾减量，能让许多垃圾经过更多除了环保局的志工跟他们工作人员之外，有教育界的学生，他们也可以做资源回收，而且把它赋予新生命，赋予新价值。这2点是我们非常非常肯定的。记忆点金石计划目前伫咧后甲国中、6甲国中以及安顺国中设立职业试探体验中心，提供台南市各中小学生职业教学体验课程。市府希望透过这个计划，让学生发芽自我兴趣，展现才能。台南新闻张维忠采访报道。为迎接圣诞佳节的来到，台南市议会1楼的大厅目前已经布置了进入圣诞的气氛，加上圣诞节拄好是议员就职的周年，因此台南市议会这届嘛特别结合基督教长老教会台南中会，将伫个24号暗时的平安夜，用报佳音的方式，甲所有的市民来分享。就是要1周年的，而且现在整体的美国跟圣诞节，那我们是不是来举办一个报佳音的活动？那我们教育的王超伟呢，我就说来筹备一下。他说起我来，那我们的牧师在这个是不是可以共同来这边？希望我们的教友一起来这边的共享生活。这个好，所以我就把我们的所谓的牧师一起来共同做一些活动。其实我办这个晚会上主要就是要让咱市民做伙来欢喜快乐。因为平安夜，希望透过由教会所主办的这个平安夜的这个活动来带给我们市民欢乐。那大家一直在同乐的气氛当中，大家彼此之间不分你我，也不分宗教，也不分谁那我们一起来祝福这块土地，用欢乐的方式来度过。活动当天除了有点圣诞灯，另外还有音乐舞蹈、甲合唱团的表演，以及烟火秀、甲摸彩来助阵，欢迎市民做伙同乐。另外，伫下午的活动记者会中，长老教会台南中会嘛特别捐赠1台钢琴予议会，希望予议会殿堂会用充满音乐甲喜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
件事。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呆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让学生以着团队的方式来参加使用电脑写程式控制机器人来完成任务的比赛 Robot Rave 这几年伫日本举办的赛事，台南市的代表队拢得到真好的成绩。今年伫36名的奖牌当中，摕下18名。对此，16号上午，市长王伟霆也特别接见这得奖的学生甲指导老师，并表示，教育相关的经费绝对是要持续来投资。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台南市参加日本加贺 Robot Rave 国际机器人大赛的这个表扬。事实上，这已经是台南市第5年参加，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成绩更加斐然。今年总共有36面奖牌，台南市囊括了一半，也就是18面奖牌。在这个5个国家208队里面，台南市可以说是最耀眼的一个队伍。所以呢，我们很期待，也很感谢我们各个辛苦的老师、校长，还有我们卓越的同学，能够在这个国际级的比赛里面，这个脱颖而出，能够拔尖。所以呢，我们将来台南市也将投注更多的教育经费，来在这样子的一个符合未来国际的潮流，而且也是对于提升我们市民的竞争力，提升我们同学的竞争力，有更强的这个部分。我相信这个部分的钱是不能省的，其他一些社会福利啊，或许可以检讨，但是教育的经费我们还是要卓越再卓越，拔尖再拔尖。希望让我们同学毕业之后，在社会上或是甚至在亚洲杯、世界杯都能有更好、更杰出的表现。这届的好成绩也是台南市代表队连续5档得奖，这也象征了咱市伫机器人教育的努力，同时展示了台湾科技教育相关的实力。安尼比赛除了让学生学习到机器人相关的知识，也让因了解到团队合作的重要。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小局为了将这一档来社会福利基础建设加各种新的作为，互民众清楚，上午选择伫四项儿台南广场，嘛是要以行动来支持社会福利团体，让大家认识社会福利的多元面貌。会中局长伫所有社局团队的成员，嘛以启动仪式向前积极拓展福利据点，同时发表福利地图 App。让民众会当就近来利用相关的资源。台南市我们有一个社福地图的 App 的软体，那我们欢迎我们台南市的市民我们可以下载。那 App 的软体里面，只要点上去，里面马上就可以在你所在地的地方，可以了解到附近有什么样的社福资源，都会可以一览无遗那我们希望是说，因为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管路、通道，可以是了解到说我们有哪些地方有我们的一个社福的资源那但是基本上透过我们的 App 的软体，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民众可以对这样的资讯的利用，尤其是就是在你所在的附近位置，那可以它的可信性会更高，那让民众可以比较第一时间可以去了解到这些资源的存在以及可以使用的状况。当然，为了好好利用每一份爱心资源，社局除了建立公益平台，公开透明各种捐款资讯、片面资源账号，嘛先甲公有市场合作，设立7个爱心小食的平台。对今年7月开办到今，已经收集一档的食材，相当可观。希望明年并15个到20个市场拢来加入，让更较侪爱心食材会当拖到每一个角落。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
现在讲到台南，相信真侪民众拢会想到丰富的特色活动。这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市府观光旅局，透过多元的管道来行销台南。不止得到日本杂志的绍介，更得到真侪奖项的肯定。最近嘛，以安平区知名的代表大约祝福得到台湾景观奖，会当讲是相当无简单。这一年以来呢，台南呢举办了非常多的那种观光的那种大型的活动啊，也成功的带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在那个旅宿业的部分呢，我们的旅宿持续成长哦，那个房数跟家数都持续增加啊，游客数呢也都达到新高。那在其他的观光的那种活动好，以及观光的服务的部分呢，我们也做了许多的那种加值，以及呢许多的一个贴心的那个考量。那我们就是希望呢，在未来能够打造台南成为一个观光的乐园。未来呢，我们台南的观光发展会朝几个方向去发展就是包括景观富美学、文化有声网啊，行销要主动。服务最贴心，以及旅宿更优质。我们会朝这5个方向呢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加油。那在这1年以来呢，我们的观光旅游局的同仁呢尽心尽力也推了非常多的活动。另外，我们也获得好几项的大奖，像呢前几天呢，我们有获得呢就是2019年台湾景观大奖就是以我们的大鱼的祝福获得奖，成果非常丰硕。再加上呢我们的事业科他们以那个温泉的优质化呢也获得政府服务奖所以呢，荣耀非常的多啊，而且这都是大家呢齐心齐力努力的成果我们也期待呢，在未来的1年呢，有更多的国内外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台南旅游来台南多住几晚。我们现在打造台南成为让你想一来再来的台南。其中一个上便民的措施，就是明年年初将推出台南到高雄小港机场的机场快线。预计明年1月10號正式开通，一天至少有16個班次，會當對小港機場直接到台南市區，讓國際旅客會當更加方便來觀光，也希望借此提升台南的觀光知名度。台南市呢，即将在明年就是开辟一条新的那种呢，机场的快捷的公车路线。那这一条路线呢，会从呢我们台南市区的小西门那一带出发，然后中间呢只停靠包括了台南转运站，还有香格里拉远东国际大饭店那一带，接着呢就是到文化中心。然后就上高速公路，直奔我们的高雄小港国际机场。这一条快线的开辟呢，我们期许未来能够带来一些就是更多的那个国际的游客他们造访台南。因为呢，以往就是台南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很多国际游客呢，包括目前高雄小港机场有35个航点他们游客来到了高雄，他们想到台南必须3转4转，那转乘接驳，你要带着行李带着小孩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情。那着眼于呢提供游客更好的一个交通无障碍的一个便捷的环境，所以我们特别呢就是争取开辟这一条小港机场的那种快线公车。那透过这条快线公车呢，游客你可以呢那就是上网订票然后就是用呢我们的那个 QR code 呢扫描上车那从小港机场呢，你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呢，你的小朋友呢就可以一并上车之后就睡一觉就到了我们台南市区这对那国际游客来说呢，这是非常方便非常好的一个佳音也期许呢这些游客呢来到台南之后，他们能够带动更多我们台南的观光产业的发展。未来观光旅局将继续努力，吸引更加侪国内外游客来台南佚佗。不管是举办活动，还是甲其他单位合作，定多元的管道，就是要让更加侪人来台南，介意台南。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中部一名陈小姐伫去年生下头一胎的时，因为红婴仔早产，而且全身出现真侪水泡，甲皮肤的空喙。后来经过诊断是先天性的表皮松解性的水泡症，也就是俗称的泡泡龙。后来因为反复的感染，伫咧出生3个月就过身。因为泡泡龙是一种罕见的皮肤遗传性的疾病，基因的突变有可能是来自父母，或者是自发性。后来经过中部医师甲泡泡龙病友协会转介，生态病院皮肤科团队利用次世代的基因定序，找出致病的基因。
并且看伊合作，帮助陈小姐伫今年成功生下一名健康的翁儿啊。有些基因引起的泡泡龙，它还会合并身上其他器官的异常，包括像这个是有合并的扩张性的心肌病。那有些患者甚至会影响他的食道，造成他的食道的狭窄的一个情况。那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基因筛检的重要性，在于说，一方面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小朋友是可以做产前检查，会避免掉他生下这个泡泡的小朋友。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很重要，是要做遗传咨询，我们要知道说他的下一胎或者是他的下一代到底有多少机会会出现这个泡泡龙，或甚至怎么样去预防。那还有是预后的评估，因为刚刚各位有看到不同基因它产生的泡泡会有不同的临床表现，有不同的预后。那同时间也要很重要的是要衔接未来的一些临床治疗与试验。我觉得家里有一个泡泡龙很辛苦，但是我们呢可以避免的是泡泡龙家庭里面不要再有小泡泡龙出现，这个就是做基因检测。那如果说一个正常人、健康的人，他出现一个泡泡龙，我们可能比较难避免。可是，在一个泡泡龙家族里面，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由遗传或者突变所引起，这个我们就可以努力。所以我就常赖着许医师，麻烦他，请他帮我们做这件事。心台病院皮肤部许兆凯医师表示，泡泡龙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的程度无同款，有一寡会合并皮肤癌、营养不良、贫血，或者是关节变形、食道狭窄等病变。目前伫个治疗上，还是以空气的照护为主，国外有基因的治疗、甲细胞治疗等临床的试验。未来心台病院嘛将成立泡泡龙的特别门诊，提供患者更较好的医疗照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对2005年到2014年，台湾糖尿病患者死因前6名，分别是癌症、糖尿病控制不良、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肺炎甲腰子病等。其中心脏病方面，心台病院内分泌代谢科的医师洪浩章表示，如果糖尿病患者会用个积极控制血糖，就会用个有效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包括减少17%的心肌梗塞，甲15%的冠状动脉疾病。医师表示，为了积极控制血糖，要对掌握日常血糖的变化开始。平常在自己家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血糖控制好不好？那就要靠自己平常在家里要自验血糖。你只有知道自己的平常血糖的高或低，你才有办法好好的控制你平常的饮食啦、你的作息、运动等等的。那我们会建议，平常如果要自己量血糖的话，最好是在你下次回诊的可能2-3个礼拜之内的数据，因为你这样才会记得，然后到时候回诊的时候，跟这个医师讨论的时候，医师才知道你那一天血糖那么高或是那么低，可能是发生了哪些问题。那你也比较能够清楚那个时候你可能吃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有什么意外或是什么事情发生，这样比较可以做一些建议哦。那另外我们会建议就是你可能同一个时段至少要有2次的数据以上，比方说量早上的空腹血糖，你可能这一个礼拜内要有2-3次以上的数据，你这样才可以看得出你这2-3个礼拜它可能整个的趋势是怎么样。同样的饭后血糖也是，那午餐还有晚餐、饭前饭后都一样是这种情形哦。医师强调，糖尿病患者对被诊断确认开始，就必须甲医疗团队好好配合，并且进行长期的监控甲照护。其中自我的量血糖甲记录，嘛会用个提供医师作为评估药物的疗效，并且调整日常的生活甲饮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们在同这时间再会。